健康好趣味，水好料理。今仔正菜吼，介意的就足讲足介意食，啊若无介意的，就可能敢若看到就会惊。因为一个味怪怪，人讲迄皮蛋敢是拢迄马爱尿咧浸的。你听讲诶？我闻起来感觉这是尿味的，不过我最爱食皮蛋的。无啦，哪有遐侪味料？这是因为皮蛋的味吼，你安尼闻起来就是那像有淡薄迄臭着破味，臭着破味，臭着破味。系啦，所以伊在咧讲骗讲爱有这皮蛋吼，就是往味料落去浸的。所以讲吼，古早人流传来，无一定是真的。对啦，皮蛋这种青的我嘛唔敢食。袂咧，我感觉伊阮导游哥就做食。来，咱今咱拿做哪讲吼？来，我先帮你处理这。咱来做一个迄个宫保皮蛋。宫保皮蛋。正正的，比较细支的。啊，我介意大支的。大支较会黏，因咱咧切嘿。较细支哦。嘿，足侪人咧拢有落去煮迄个啦，煮咸糜嘛。来，你细粒哦。切做四分之，因为吼，这其实另外你皮蛋你切会黏对吧？皮蛋你切黏，你若讲惊会黏吼，咱会当甲皮蛋先往落去电锅落去吹，吹起来你切的时候就袂黏。你看你刀拢黏掉的。但是啦，我是爱摄安尼切啦，因为安尼吼内底烧个这高，咱咧阮这豆粉吼，伊会较会调。这皮蛋吼，毕竟咱是要炒这个迄个宫保，其实。头前这个做法吼，你照安尼做，你皮蛋要煮3杯嘛会使。啊？你捌食过吼？皮蛋3杯哦。3杯皮蛋。我的皮蛋已经面目全非啊。对啊，所以你刀啊爱水我唔知讲袂当夹大支，你夹大支。原来是安尼哦。你夹愈大支，伊个面愈接触愈多无？哦。愈会黏的。来，咱即摆安尼甲高粉过的吼，互伊去咱边啊，互伊小打一下。等下你煎吼，较袂迄粉落较多。你煎啊？爱落去煎。我这皮蛋生的时候，你食会呢？嫩香香。嫩烂的，啊，但是煎过吼，足香的。来。哎，跳蚤去。油好热吼，来煎。大火啊！开大火。其实还佫另外一道菜叫做炸蛋，你捌食过？炸蛋我有听过。煎卵，伊就是卵煮过水煮蛋。炸蛋我有听过。煮过以后，规条落去煎，煎互伊表面吼。你看伊这会蓬起来，你看这，哇！啊，伊两边变安尼，变蓬起来，蓬起来以后，阮迄个卡马豆汁。哦。嘿，也是讲即摆迄种泰国料理迄种。迄个泰式料理嘿，酸甜甜咸咸的迄种酱汁，按落去食。其实皮蛋你嘛会当做胡椒盐的啊。会使。就是像安尼，即摆等下煎。胡椒粉好啊。像安尼煎起来吼，掺一寡蒜头啦、辣椒、葱啊。像炸鸡安尼啦。嘿，像炸鸡落拌拌的。你也掺一寡伊个姜母麻油啦、米酒、豆油，就煮起来变3杯高蛋挞。我较想要食炸鸡的。来，另外这道菜嘛足简单的哦，安尼紧紧啊。差不多要煎偌久？煎一碰开就会使咯。哦。好不？你看，按就好了。紧。足紧的。这咧，这带弄炒的。等下可以搁炒的，咱这转按角度起来。好。落一块油来炒。来，我另外开着，因为下头有刷粉。你给这个细鸡汤匙啊。细鸡汤匙啊，来，好哩。好，来。我真是一个贤内助。开水油。来，过来。要炒什么过来？来，这我炒来。我来。谁那唔好我来？你可能你要炒。我要炒哦。我对了。你干嘛不要我等调整？你妈的，安尼这是一个最重要代志。安尼要对啊。好，来用了。好。好哩。好哩个。唔是啊，高。一跳啊！来，尝下来，哎呀，迄个，来，咱这个大辣椒。为什么你有啥物小撇步，你的手唔惊烧咧？袂啦，其实你安尼莫徛我着遐烧，较远处安尼你着反应的时间。来，这你炒这个时候爱细腻哦，唔通炒过头有限苦。
花椒，台式花椒，吼，安尼咸咸啊麻麻，啊个芳开，迄个花椒落吼，芳开继续芳的。啊，你炒到什么程度？你对片，你来徛咱边啊，开始有闻到迄个辣椒的香味，啊个闻到花椒的迄个麻的迄味，蒜头。哦，好来，火，这个时候火较大，来，你传米酒我。米酒，米酒啊，豆油膏糖，豆油膏，来，米酒，哦，米酒伫遐啊，无看到。见，咱的迄个已经，你来，哦呦，来米酒放落去，糖来，糖要无？糖来，糖嘿，来，要来无？过来，来，两个，好拜，过来选，过来，好，好哩。好，啊选米酒，豆油膏还是迄个鹅油拢会使，豆油膏啊是啥物？鹅油啊，哦，鹅油啊。鹅油的蚝油，安尼一撮水互伊袂要紧，因为咱迄个皮蛋啊，外口有膏粉。一点仔水才能粘着伫顶缘。对，啊来，好，来好。拖刀嘞，拖刀，等袂要紧，来，进来。拖刀要来顶缘，我来，最后我来收煞，我来收。哎呦，哦，这点袂歹，要好啊。有两步出来啊。好，收了真的，好 ，OK。啊，手伸，好来，好来，而且想要先拖到落去。炒肠炒做无用的呢。哇，这配饭一定最好食的。最好食的，配饭配米露，咸麻，做 Q 的。啊咸，啊搁加着迄个皮蛋的味。你有食到迄个味料的味？还有花枝的味道，花椒。那有花枝。花椒的味道。光包皮蛋你食到花枝？哇！你食到火鸡？这个好下饭哦。啊，皮蛋食的是无迄个？完全无味啊。无迄个料味。完全没有味道，食起来吼，伊外口酥，内底嫩，嚼入嘴以后，入口一块，有够好食。赞哦，超赞的，有够好食的。叫大家学起。我来讲，这项菜你绝对爱学，你学起来恁兜囡仔吼，上少加食2碗饭，有够赞的啦。宫保皮蛋，